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31，诗篇98篇1节到9节。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。伊的正手，神的手骨施行拯救。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，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。伊会记得伊对以色列家应允的慈爱甲信实。天边海角拢有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，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，着弹琴称赞上主，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落伊，着用喇叭甲哨角，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。愿海甲海中的一切拢出声，世界甲万物拢出大声。愿江河拍瀑布欢喜，正山岭伫上主面前做伙快乐唱歌，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用公平审判万民。诗篇98篇，互咱看见，咱着爱咱的主上帝唱新的歌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，伊对咱施行伊的拯救，因为伊对咱是用伊的慈爱甲信心来款待咱，所以咱就要常常伫主面前大声欢喜唱歌，来称赞伊的名。主帮咱，互咱每一天拢欢喜到主的面前，唱新的歌来学落伊。愿主时刻甲你撒甲伫地，耶稣听你。